邵将军，邵将军，你没事吧？邵将军，邵将军，邵将军，撤，走。童心，姑姑，童心，童心，你醒醒，童心，童心，师父，童心再也不能陪你传播大道了。童心，你自己要多保重。童心，几十年了，你陪伴我弘扬大道学说，经历了多少磨难坎坷，你无怨无悔，你不能就这样离我而去呀，童心，童心。灵儿哥，你知道吗？跟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是多么幸福。童心，童心，灵儿哥，能与你相伴这一生，童心，就算死，也心满意足。童心，童心，童心。你不是还说要与我同去传播大道学说吗？童心，你不是说我们永世不分离，不能分离吗？童心，童心。上！杀！杀！给我杀！少将军被杀了，快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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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！
安在自然之中。笑看磨难，放下儿女情长，只为了文明与道德之光。天地有正气，道德光传扬，多少英雄豪杰胸怀天下，为国为民勇于担当。可歌可泣，感动天地。原阴阳，仙配林轩，玉女香。纵有人间多烦恼，舍去儿女饮情长。晴雷三声震天地，一灵飞升返太行。度得他人万事苦，放下自我又何妨？守贞报衣回生日，思神炼业道气长。我孔丘今年50有4，近来闭门思过，自感心结未解。20年前，我曾入周拜见老子先生。老子先生是睿智之人，我决定再次拜见老子先生，以解我心头之困惑。先生，那老子虽为天下圣贤，推行的是道德学说，然先生所讲的仁义，应该才是天下第一要义，治国的不二法门。与那老子的道德学说产生矛盾，容易使世人困惑。所以学生认为，先生此行应该与那老子讨论仁义与道德哪一个才是治世之本，说服那老子归于正道，以解民之惑呀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我们要遵行学而不厌的准则，向老子先生学习道德思想中对我们有益的地方，
取长补短，趋利避害。先生，你说的极是。也不知道老子先生现在身在何处啊？听说老子先生现隐居在沛地。好，我们明日上路，拜会老子先生。诺，先生。你们看我这个像房子吗？不像，我的才像呢。不像不像，我的才最像呢。有马车，快跑！你们这些孩童，怎么能在马路边摆石头呢？你看看，把我马车给绊了吧！先生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？明明是你们的马车把我们的石头堆给压了，反而还怨我们，你们还讲不讲理？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？不就是一堆破石头吗？压坏了就压坏了呗。石头也是物，我们老子爷爷讲过，人我同体，物我同源，人不应该有分别心。今天你们把我们的石头堆给破坏了，就得赔。赔？怎么赔？子贡，先生，孩子们，对不起啊，是我们没看见，把你们的石头堆压坏了。来，伯伯帮你们把它重新弄好啊。这位伯伯倒是讲道理，伯伯你不用堆了，也怪我们离路太近挡了你的道，对不起，你走吧。刚才你说老子爷爷给你们讲了什么呀？哦，老子爷爷讲，人我同体，物我同源，人不应该有分别心。那老子爷爷现在在哪儿啊？老子爷爷就住在前面，走，我们带你们去。好啊，那谢谢你们了。走。哎，你说你身子不方便，有什么活让我干呀？没事，我也想帮你干点活嘛。哎呀，不用你帮。老子爷爷，老子爷爷，老子爷爷，有人找你。哦，是谁找我呀？公元前497年，两位中华圣哲在沛地再次相会。此时，两位圣哲的思想已基本成熟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此次专程前来，是特来向先生请教来了。哦，客气了。先生，这是我的两个弟子，子贡与颜回。颜回见过先生。子贡见过先生。好。先生所居之处，景色优美，真乃人间仙境啊！啊，我也只是暂居于此。孔丘先生，我们有20年没见面了。是啊，还是20年前与先生在周都相见过。这些年，先生过得好吗？一言难尽啊！啊，来，快请进吧。好。先生，请坐。先生，请用水。啊，多谢。先生。
先生为何叹气？秋一生推广仁义，却事事不顺，难道是我秋错了吗？秋欲周游列国，以推广仁义。先生周游列国，目的何在？周游列国，只为育明君啊，使秋得一官半职，得以有推广仁义之所。以悠然逍遥之心，生活在简朴的田园之间，自然而然，逍遥无为，非事非官。孔丘先生为何执着于仕途呢？丘认为，人生在世，应该为官。有了官职，就有了权利；有了权利，才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。否则，作为庶民，又该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呢？孔丘先生之言不无道理，但应适时而行。当今天下人心堕落，各国诸侯纷争四起，又有哪国君王愿意听先生的仁义之学呢？先生的仁义之学之所以难以推广，都是因为时机未到啊。时机未到。若时机到时，秋岂不早已归天矣？人类历史长河滚滚向前，你我只是处在长河中的点滴一粟。即使再活100年、200年，对于将来人类千万年的发展，都是短暂的。先生应做到死而不亡者寿才对呀。先生，何为死而不亡者寿呢？形死而神生，身虽已亡，但精神是永存的。如此，先生的学说才可以流芳百世。先生之言，句句至理。但丘以为，人生在世，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不能将自己的思想广传于世，实在是一件憾事啊。丘还是想将仁义之学推广于世间。先生既立此大志，不妨一试。不管将来结果如何，先生也算尽力了，将来也不会留下遗憾。先生一路劳顿，今日就在舍下休息吧。谢先生。谢先生。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河水奔腾不息，人之年年流逝不止。河水不知何处去，人生难知何处归呀。人生于天地之间，乃与天地一体也。天地自然之物，人生亦自然之物也。
人生有幼、少、壮、老之变化，犹如春夏秋冬之交替。生于自然，死于自然。任其自然，则本性不乱；不任自然，终日奔忙，则本性羁绊。功名存于心中，则焦虑之情而生，烦恼之情而增。秋，乃忧大道不行，仁义不施，国乱不治，战乱不止也。故有人生短暂，不能有功于世，不能有为于民而感叹矣。天地无人推而自省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，星辰无人列而自序，禽畜无人造而自生。此乃自然而为之，何劳人为啊？人之所以生，所以无，所以荣，所以辱，皆自然之理，自然之道也。顺自然之理而趋，遵自然之道而行，国则自治，人则自正。可天下又有多少人能顺自然之理而趋，遵自然之道而行呢？不去教化他们，国安能自治？人安能自正呢？孔丘先生，我们还是走一走吧。好吧。每次与先生见面，都有非常之收获。秋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想向先生请教。孔丘先生客气了，有事请讲。秋以为，还是要争取为官，有了权力，才可以施令，才可以更好地推广仁义之道，才可以广行善事。先生何不学水之大德？水有何德？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主众人之所恶，此乃天下之德也。故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此乃水之柔德也。故柔之胜刚，弱之胜强，无有弱于无间。由此可知，不言之教，无为之义也。众人处上，水独处下；众人处易，水独处险；众人处节，水独处遂。所以，
尽人之所恶，夫谁与之争乎？与世无争，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。此乃效法水德也。水基于道，道无所不在，水无所不利。故圣者随时而行，贤者应势而变，智者无为而治，达者顺天而生。老子与孔丘两位人类历史上的圣人，在东周末年，诸侯割据、百家争鸣的时代，曾多次会面。两位圣人的思想，既有不同之处，也有共融之点。两位圣人最终成为了道家学派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其思想影响人类历史长达2500年之久。公元前486年，老子隐居于邙山，他要将一生所学所悟的大道学说写成书籍，传于后世。嘿嘿，真酸。徐家呀，你摘的这些红果，可以做药材。啊，药材？闹了半天是药材，呸！我不吃了。这孩子。哎，爷爷，这个药可以治什么病啊？这种红果可以使人血脉畅通，血瘀之人吃了它，病就会好了。人为什么会生病呢？人吃五谷，孰能无病啊？病重之人还会很快的死去。死？那人为什么会死呢？天地造化，万物众生，虽生生不息，循环不止，其不外乎一阴一阳之道。人得阳而生，阳尽而死，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，此乃天地自然之道，无人能逆。爷爷，那为何有的人死得早，有的人死得晚呢？这孩子问题真多。爷爷，你就给我讲讲吧。好，爷爷告诉你。人其生虽同，其死则异，其义有三。哪三个？顺应自然，和合阴阳，心清无欲，尽享天年，寿终正寝者，始终有三。不使阴阳先天不足，病魔缠身，本可长寿，而中途短命而死者，始终有三。因贪欲过重，追逐名利，贪想过度，耗尽阳气，中途夭折者，始终有三。爷爷，您说的这些，我为什么都听不懂啊？但是我要做您说的，享尽天年，寿终正什么？是寿终正寝。对，寿终正寝。好孩子。公子，郎中来了，快快，
给我爹看看病情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是种怪病，从脉象上看，脉搏混乱，难以诊断。这病有治吗？我开几副药，试试吧。如果过2天还不见好，我这郎中也就无能为力了。在下续开几副药，告辞了。姐，珠儿，你过来。爹，爹，知道自己的病是年轻时在军中燃烧的恶气，不要紧的，过些时日就会好的。爹，您等着，孩儿这就去给您抓药去。珠儿，爹，不然过些日想去邙山，带你去见爷爷。这可惜，这病。爹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等您病好了，我再和您一起去看爷爷。爹，师傅，您的病情怎么样了？是患子啊！师傅，是我师傅。师傅，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呀！爹，师傅，先生，李宗那里来人了。先生，这是怎么了？李宗将军去世了。什么？宗儿？先生，爷爷，先生，爷爷，爷爷，先生，爷爷，先生，爷爷，醒醒，你醒醒先生，爷爷，爷爷，郎中，怎么样了？准备后事吧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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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啊，爷爷！看来先生的病真的没有办法治愈，我们应该给爷爷先生准备后事了。不，我不让爷爷死，不能给爷爷准备后事。爷爷，爷爷，徐甲，爷爷，爷爷，你快醒醒啊，徐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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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爷爷醒了，先生醒了。先生，先生，你昏睡了好多天，终于醒了。是啊。哎，快去！爷爷，喝水，来。我好像做了一个很久的梦。
爷爷，你一直都不醒，都快急死我了。放心吧，孩子，书没有写完，爷爷是不会死的。来，马太，扶我起来，出去走走。先生，您身体虚弱，还是在床上休息吧。是啊。这样一直躺下去，就真的死了。扶我出去走走，呼吸点新鲜空气，也许会好一些。这啊，来，慢点，先生。来，慢点。人是真气，则百脉不通啊。爷爷，百脉不通是什么？啊，不通则治，治则病也。来，先生。来。公元前473年，越国与吴国交战，越军大胜，吴王夫差自杀，周元王封越王勾践为侯伯，越国大夫范蠡离开越国，越王勾践杀死大夫文仲，吴国战败的几个将领四处逃窜，最终落为流寇，向邙山而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别管我们是谁，有吃的没？嗯，哎，这位老乡，我们只是路过，想讨点吃的，没别的意思。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有吃的就快点给我们拿出来！你这个人为何如此不讲道理？讨要吃的还如此蛮横！你，马太，出什么事了？兄弟们，咱们奔波了几百里，又冻又饿，今天咱们可以开荤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小娘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滚开！来吧，滚开！马太！小娘子，来吧，咱们快活快活。小娘子，来吧，咱们快活快活。